吉他小便是会从中国离开。母鸡下蛋，就像人生小孩会找安全地方躲起来。小鸭出外玩耍时，母鸭会担忧，走远时会大声叫小鸭快回来，别乱走。小羊喜欢攀爬山丘，它回不来，卡在山坡，哀嚎战斗时，狗羊总冒生命危险跳下山救。母牛会尝试把抓小牛的人击退，在牛的车离开。母牛会想去追，分离的每一回，你都可以听见。牛妈妈不停歇，挨你个好几夜。没错，动物有感觉，会呼吸，会痛，会学习，有亲人、朋友、家庭等社会结构，会高兴、悲伤，会紧张，会期望，当然也害怕死亡，就跟你我完全一样。把黑熊关在只能永远趴着的铁笼里，残忍将感知抽取。随着长大，铁笼看进肉里，黑熊一辈子不曾站立或坐起。我们用铁棍敲碎碗球头骨，用斧头把双脚剁去，再用钩子倒挂勾起，然后用力把浣熊毛皮撕去。浣熊持续眨着眼睛看自己1小时后才死去。而当我们杀牛，我们怕牛逃脱，没麻醉就用斧头把牛头骨敲破，灌水正中销售，灌到牛胃爆破，还曾灌到母牛，冲出腹中小牛，为了小牛肉柔嫩，小牛被关在无法走动转身的铁笼。小牛从来没看过阳光，从来不曾让阳光晒，16礼拜后马上才被宰杀时还没断奶。而杀猪如果注意看不抬头，我们就用铁钩钩上了割断喉咙。母猪肉生产超过10次过后，也渐渐的没有用，就被做成肉松。鸭子、鹅等须毛的动物，我们不顾痛苦，还轻易就往热水丢入，有的更恐怖。为了鸭肉柔嫩度，把鸭子双脚和地板钉住，它们从不曾走过路。我们怕鸡会咬，把鸡嘴尖裁掉，每只鸡空间比 A4 还小。快速成长，全天光照，再杀期40天，婴儿期就被宰掉。但鸡空间更小，它们从未伸展过翅膀，从未踩在泥土上，都踏在铁丝网，而且时常缺水死亡。水就在前方，但鸡的爪子缠在铁丝上。杀8万7千只鸡，每年屠宰的动物有560亿，这还不包括数百亿只鱼。我每唱一句歌词，就有超过30万动物因人类死去。就算不屠杀以及战争袭击，那也只是人类和离我们距离真的和还很远的距离。因为万物指定我与你，已经将地球变成了动物的悲惨地狱。存活难道一定得制造痛苦？脚得踩过一地的内脏头颅，爱心定义难道只限人类种族？不是变异器，真受苦的动物，他们从出生就家人分离开始，打着抗生素，看着朋友在眼前被砍断脖子，他们当然也会想保护孩子，但孩子被磨成饲料，妈妈被迫吃着孩子，他们不断的求饶，期望来好，我们闭上眼睛没有看到，无尽的镣铐，囚禁鲜血惨叫，只是为了换来一个汉堡。或许这就是这世界的悲歌，这世界就是肉肉强食，物竞天择，但人类是在食物链最顶端，不受限的规则。老话一句，你是有选择的，请别再用皮制品制造痛苦，失去皮肤，有谁不会难挨？包了毛皮被美丽的动物和丑陋的人类们所穿戴，你也可以选择不吃肉，让他们眼神不再会怕，让阳光在他们背上挥洒，让他们能到真的泥土上面踏，让有心跳有母亲的生命回到妈妈身边吧。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屠宰场有个窗户，能让大家看到里面正在发生的事，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有所改变。祈求能以这首歌微小的力量，打开一扇大大的窗户。
知这一首歌，它也就是或许第一次看觉得很残忍，可是就是像他所说的，如果说屠宰场真的开了一扇窗，让大家所看到他们餐上桌的食物是用一些动物的生命去换来动物那么痛苦的去换来，那他们还吃得下去吗？他们还忍心吃得下吗？那再来就是口灾的部分，再就是出口轻。那常言道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而是非往往来自口不择言，所以这就是为何要出口轻，因为口是虚伪诚信或是是非曲直出入的码头。那我们常说要小心，不要造口业。那什么是口业呢？口业一般来说指的就是恶口、其余两舌、妄语。那或许先来讲恶口。什么是恶口？有一句话说：两眼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所以你那个语言啊，是人际之间沟通的。画面没有变。画面没有变。对，你可能加入错误了。画面没有变。那个你的画面可能要重新加入再分享画面。好，是啊。你刚刚是不是？那直接加入，那直接加入。可能还要退出一下再分享画面。你分享错画面了。这样就有了，这样就有了。你是讲到这里吗？这样子有了哈。有了。好好，谢谢。然后语言啊是人际沟通的桥梁。那为了要达到沟通的效果，那双方应该是要互相尊重，然后心平气和的交谈。但是啊，有些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生大嗓门，或者是比较没耐心，会不耐烦，然后往往讲没几句，然后就出言恶语，然后破口大骂，就好比斗鸡一般在斗嘴虎哦。然后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变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或许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或许在公司啊，前一阵子发生的事，就是一个同事，他一大早就还没上班的时候，就找一个同事理论，他就很生气的骂他说，很不客气的说，哎，你为什么说这些东西是我做的？明明就不是我做的，为什么你要诬赖我？然后就很生气，然后讲话也，就三字经啊什么都
把他骂得很难听就对了。然后，但是啊，其实当他在找他理论的时候，其实骂完他之后，好像也并没有对于东西不是他所做的，好像也没有帮助到。对，然后就变成在开会的时候，因为有人去跟老板讲说，哎，他对那个同事的态度恶劣怎样？然后因为这样子，老板在开会也讲说，哎，其实同事之间就是要好好的相处，好好的去讲话这样子，但是就变成说他这个举动，然后没有帮助到他，反而是让他对旁边的人对他就有另外一种对他的观点看待他。对，然后有的人啊，就是心直口快，语气莽撞，然后常常去得罪人，那还洋洋言之说，哎，执行就是到场，干嘛拐弯抹角的？就像那个同事一样，那个同事就跟他就说，他他觉得他骂出来就是他觉得他出了一口气呀、他觉得他讲出来，即使别人不别人怎么看他别人怎么看他，他也不在意了。他觉得他就是想要出了这口气。那但是啊，有些人就是不知道说直心并不是这个意思，直心它指的是正直、诚实、无虚假，然后没有陷取之心，绝对不是直接骂人的意思。那如果改掉恶人骂口的习惯，常常说利益他人的话，然后常以柔软的语气，然后安慰他人，相信所说出来的，大家就比较能接受幸福。那什么是祈语呢？祈语就是讲话过多于修饰或者虚浮，然后华美而不真实的，没有意义，然后以及杂乱、污秽、不正当的言辞，这些话都是会干扰人心，那对我们修心养性并没有太大的帮助。那所以人不祈语就会为智者所爱，那自己也比较有智慧，为大众所敬爱。那什么是两舌呢？俗话说啊，嘴巴两片皮，说好说坏都是你。一个舌头啊说东，一个舌头说西，然后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破坏彼此的和乐，这也就是两舌，那也称为离间语。也没见你。例如啊，在甲的面前说乙，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让甲对乙产生反感，然后甚至讨厌他。那同样的，在乙面前又说甲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使得双方面甲乙都心存疙瘩在，然后甚至后来吵架，反目成仇。那这些就是舌头所惹下来的祸害。还有一种两舌，就是原本是好朋友、很要好的朋友，然后关系很好，然后就是看到别人就会说，哎，他这个好朋友多好啊，怎么样怎样。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可能因为有某种因素，他们感情不再像以前那么要好了，然后也开始生疏了。那就开始慢慢的去批判他，去散布对他不利的言语，然后造谣诽谤，这也是属于两舌。
所以啊，有一句话说，君子绝交，绝不出二声啊。那为什么会两舌呢？可能有些人就喜气使然，然后习惯于东家长西家短，习惯于讲悄悄话，然后有些人也喜欢把小事化大，然后唯恐天下不乱，然后好隔山观虎斗，也就是人家俗称的在看戏。那有的是基于羡慕、嫉妒，或者是仇恨的心态，这些都是要不得的。那再来是什么是妄语呢？说谎或顺口讲出不实在的话，那明明看见的却说没看见，那没看见的却说他看见了，那正确的说成错的，然后错的又说成对的，还有知道的你不讲，然后不知道的你又讲了很多，这些都是属于小妄语。那我们呢，不要以为说就是杀害生命才叫做杀生。如果心起妄念、贪妄、嗔妄，然后仇恨，已经是犯了无形的杀生之罪。那也不要说口吃有生命的东西才叫做造孽。如果口出恶言恶语，然后刺伤欺瞒，然后无形中断人慧命，这已经是无形中造孽深重了。所以有一句话说，舌头的重量微不足道，但是很少有人可以去控制它。那我们作为修道人应该要学习如何去控制。那以上这些恶口、其余两舌、妄语，看起来是没什么，可是其实这些事情是很容易犯的。后学在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因为后学的无知，然后也不知道造了多少的口业，所以说话真的很重要。那现在后学都会常常提醒自己，话真的要好好的说。那在第二个部分是灯斋。生斋，生斋第一个，生斋第一个，首先要讲的是五伦。那五伦的起点在于户伦，婚姻的家庭是起点，也是社会的缩影。因此夫妻双方皆是需要用心的去经营婚姻，和睦相处，那才能家和万事兴。爱情它是两个人的事，但是婚姻是两家家族结合的，也是两个不同价值观的相遇。那要接纳不同家庭背景，也得包容不同的生活习惯。换句话说夫妻的想法会不一样，它是很正常的。那沟通也不是为了说要达成一致，而是为了让双方都去了解对方彼此的态度和想法，也才可以真正的去理解和包容。那逐渐的建立彼此的默契，去协调不同的价值观念。那夫妻双方也必须彼此的尊重，那一起共同努力目标。当发生观念不一样的时候，尽量以温柔的口气对话，然后来释放我
的讯息，句式以我开头，将焦点放在事情上，然后力求陈述事实，然后把你的情绪讲出来，理解建设的期许。比如说啊，要去旅行，然后有一方他自己想要去旅行，有一方他却说他想一起去，那我们就可以说，哎，我发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去旅行了，那你却说你想自己一个人去，让我感觉到很不安。我希望你可以跟我讲为什么你会自己想去的想法之类的。那也或者是说，哎，在生气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要讲太多，就是可以等到平静下来的时候再来处理，然后以免口不择言。那言语沟通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所谓的沟通常常会变成说，哎，你应该要知道啊，然后你应该要认同我啊之类的。然后，所以夫妻并不是在谈论国家大事，所以谁赢谁输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那有的时候可能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动作，然后就能胜过于千言万语了。那平时多赞美一点啊，感谢肯定的话，那遇到事情才能不伤情分，然后才能一起走到老。再来就是亲子之间，孩子是父母的心肝宝贝，那两代之间常常会有沟无通，会造成遗憾。那若能改变沟通的方式，其实可以避免大部分的冲突，有效的去改善亲子关系。那例如说，父母可以多多关心孩子上的表情、举止，以了解孩子的身心状况。当孩子愿意跟你吐心声时，然后我们就应该要全神贯注，然后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也放下手边的手机，然后用眼神跟他交流，跟他同理心的给予支持关怀，然后在说话的时候就尽量减少责备，然后利用和善好奇的语气说：“哎，你说说看啊，那还是你的想法是什么？这之类的，就这样子就有助于沟通的气氛，也让话语变得比较能让小孩子接受。那沟通是双向的，当我们逐渐长大，也别忘了回传好球给父母亲。在儿女的眼中啊，唠叨往往都是因为父母亲的安全感，然后也忘记孩子已经长大了，所以我们做子女的也应该要体谅父母的这个心，试着用更好的方式来回应父母。然后，当父母关怀生活的近况时，我们可以多叙述一些画面，比如说，哎，我们看什么电影，或者剧情是什么，然后心得之类的。虽然这些都是小事，但是描述细节，绝对比说一句还好啦带过这样子，会让父母亲更放心。也因为我们渐渐的独立，父母难免会有失落，所以可以多询问父母的经验跟他们的想法。那最好是他们熟悉的或者是喜欢的领域。再来就是手足之情，家庭如同一棵大树，那父母是根，手足则是扩开的枝叶。那兄弟姐妹之间同气连枝，拥有相同的血缘与家庭经验，
当然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缘分。那我们年长的哥哥姐姐度量要宽大，照顾弟弟妹妹，然后做弟弟妹妹的好榜样。那年轻的弟弟妹妹态度就要恭敬，然后体谅哥哥姐姐，然后做兄姐的好帮手，然后当手足同心，彼此诚心，真诚的和睦相处，就能共同分担父母持家的辛劳，然后促进家庭和谐，使得家运顺利兴旺。那家中若2个以上的孩子，手足互动是他们第一个学习社交与情绪管理的机会，所以父母亲可以机会教育，帮助手足间和睦相处，强化他们的情感。当孩子有冲突的时候，小吵闹就尽量不要去介入，但要积极的去听看对方双方的感受。那如果说倘若他们有人身攻击或者肢体冲突，那我们就要去引导他们，去教育孩子说，要有同理心，要能分辨是非。然后最要紧的是，其实每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那做父母亲的就应该要避免去比较，那也是帮助孩子看见自己与兄弟姐妹的好，并留下1对1的相处时光。那当孩子满足这份爱时，就会减少冲突了，然后也能重听父母的建议。那年幼时手足是我们最要好的伙伴，但会因为随着各自的成长，关系会有了变化。那事实上，手足关系本来就具有弹性，会随着不同的年龄的需要或远或近，然后到了中年以后，常常会因为照料父母而再次紧密，成为彼此的后援。所以在考量生来时，可以将兄弟姐妹纳入，为将来陪伴照顾父母的做规划。那平时也就是别忘了说要彼此关心，然后传一个 LINE 或者是一通电话，能表达一些关怀，然后花点心思，花点时间在他们身上，然后好好的与手足相聚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职场中的人际关系团体中领导者与部属。现在组织体系中或是职场上，无论是担任什么职位，都是需要肩负职务和责任，并没有上下尊卑的分别。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应该要各司其职，然后安守本分，尽心尽力的去做事。然后身为领导者，管理阶层应该要建立完善的制度，然后赏罚分明，处事公平合理，并珍惜尊重部属，营造如同家一般温馨的工作气氛，让每个人都充满归属感。那而身为部属的，就要遵守正确的指示，然后虚心接受引导，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效率，然后保持端正的品性，做任何事情都要全力以赴，创造出良好的成果，才能不负领导者的信任与托付。那另外我们应该要如何与同事和谐相处呢？在职场上，礼貌与守时都是基本的
教养，那并多用软性的语言沟通，时时保持笑容和友善的态度，一样把事情处理好。也因为共事的关系，彼此应该保持着合宜舒服的距离，然后不要去探人家的隐私，彼此尊重，自然就能营造出良好的职场环境。那人与人之间应当保持开放的心胸，多欣赏对方的优点。不过啊，人难免有些频率不对的，但也不需要勉强去交际，只要礼貌上相待即可。那适合来往学习的朋友，则要用心的去经营。那除了基本的尊重与同理之外，平时要定期的联系，避免给人家说，有事才相求才出现这种印象。然后并以真诚相待，为对方着想，给予支持和亲密感。那在以上这5轮中，不管是在职场、父子或者夫妇、兄弟、朋友，每一个角色我们都会扮演到，所以我们要立好自己的位，理解他人，去尊重他人。那第2个部分就是生灾的心灾的部分。第2个部分，生灾的第2个部分是行为守礼恭敬。孔子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作为一个实践人的实行细项。那日常生活中的视、听、言、动，就是修身养性的用功处。那该为不该为，该听不该听，该说不该说，甚至对于拥有的取舍，都应该要有所考量。那第1个就是正当的，别人有利的，可以皆大欢喜的，或是对人无害的事情，才可以去做。十善业道经有说过，深信因果，零损生命，终不作恶。那孔子也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你即将做的行为，虽然可以带来可观的财富，那得到高官厚禄，但是它是不义的事，那还是不可以去做。千万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然后换来一辈子的不安。那第2个是，凡是人都会有欲望，那希望自己能够在社会有地位，能够事业有成，能够学问渊博，那就要督促自己努力，然后以达到世间的成就。希望成为圣贤，希望成佛，那就会要精进修行，而成就出世间的功德。那佛陀也不舍诸善法欲，而善法中发动精进修助，营助修习。因此可以有欲望，但是必须是善法的欲，善法欲。然后第3，若有个责任向传消息说，你要告诉我的话，要用真实、善意和重要这3个部分去筛选。如果你要告诉我的是既不是真实的，也没有善意，那更不重要的，那你就可以不用跟我说了。
我们也要有那个责任的智慧，选择真实、善意、重要的话来听。那选择可以增进智慧、经验、哲思的话来听，要拒绝邪说以及没有建设性的是非谣言。那第四个，有些人他居心不良，利用精密的摄影仪器偷窥拍照，侵犯他人的隐私。那有些人就是爱看不正当的书报杂志，然后去流连不正当的声色场所，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然后又会污染心灵的。要谨记非礼勿视的教诫，不要让好奇心强过于理智，否则不仅会损道德，也会误触法律这样子。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如果思想行为能如朗月入怀，光明彻见，那视听言动皆能戒惧谨慎，所为所欲所听所见者，皆没有不可告人的之处，就是一个君子了。那以上是身斋的部分，然后再来是心斋。心斋就是要寡欲清心，然后去贪嗔痴。贪嗔痴是众生共同的毒，会毒害人们的心灵，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又称为三毒。那贪又称为贪爱，在佛家的定义里，不是想要就叫做贪爱。贪爱它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跟现实脱节了。举例来讲，今天我好想吃火锅，所以你面对的就是火锅，可是你心里面面对火锅，然后你心里面却又想说，我想吃什么，我想吃什么，这个时候就叫做贪。所以人们常常会犯了一个毛病，认为现在没有的就是最好的，然后现在有的也就很普通这样子。所以贪爱是来自于愚昧，搞不清楚什么是有的，什么是没有的，然后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然后什么是对现实实际上有用的，然后或者是什么是只对于你现在的感觉有用。因为搞不清楚，所以追逐实际上没有的或实际上没有用的，那也因此会贪而生苦。所以贪就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足的心。讲通俗一点，就是觉得自己不幸福。那这样子的人整天想一些没有的，然后总是想自己没有什么，然后整天抱怨，然后期待没有的一天，总有一天能够有。那当自己期待的时候，现在有的在眼前却又若是无睹。那没有的老是放在心里面，眼前的都变成透明了，自己怎么也看不见。那其实幸福的秘密不在于追求更多的资源，而是发展知足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所以知足就能远离贪爱。那嗔，也就是因为事情和自己的期望状况而不同，产生生气。嗔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有时候我们会为了改变使自己不高兴的状况，然后演变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另外一种嗔的行为就叫做报复，因为你想要让对方让你遭受到损失痛苦，所以要让对方也感觉到痛苦，所以嗔恨是一种伤人又伤己的行为。演化经华严经有句话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一个人无论从事任何行业，然后学问、人治、事业及修行，只要片刻之间升起那个仇恨跟愤怒，往往都会忘记平日的修养了，也会不顾平常的风度啊，然后人情义理，通通都会抛到脑后。殊不知，这时候啊，千千万万个妨碍就会滋生出来。那最常见的就是羡慕别人有的，例如说，开名车，他住豪宅，然后他多有权利啊，多有地位，这些通常都是贪爱开始，然后慢慢变成嗔恨。刚刚有说过，贪爱就是贪自己没有的，然后就会开始去羡慕，那就会有爱生恨。人就是会有人就是各种情绪犯错的动物。如果在认同自己的喜怒哀乐会犯错的同时，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原谅别人的不小心？从唯我至上，然后变成互相尊重，如此嗔恨的心就不容易产生了。那所谓的痴，就是不明白事物的道理，又称为愚痴。对于事物的实相本质缺乏了解。从佛家的观点来看啊，世界一切的痛苦起源，就是来自于不明白事物的道理，称之为无明。那于是会让我们对于事物缺乏正确的认知，并执着于这种错误的认知，然后延伸出贪爱嗔恨。因此，愚痴是一种毒，会带给我们痛苦。那减少愚痴最好的部分就是去了解真相。或许来说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人啊，他进去一家餐厅，然后他突然看见一个和尚在那边吃肉喝酒，然后这个人就心里想，和尚怎么会在这里喝酒吃肉呢？而且还这么光明正大的坐在这里吃。然后不过他就是只是心里面愣了一下，他就没有放在心上了。然后隔不久，他在看电视看一部戏的时候，他看到，这不就是他那天所看到那个和尚吗？然后这时他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当天他看到的那个和尚只是一个演员，那应该是那个演员没有卸妆就去吃饭了。这个心里面，这个人就很庆幸的在想说，哦，还好他当初没有上网去po文去爆料说，他在餐厅啊看到和尚在吃肉喝酒啊，然后不然可能会引来一堆就是对于他不好的留言，这样子就会贬低了修行人在世人心里面的一个价值。那三毒的清净心、慈悲心是相对的。如果我们平常要凭着正念、正觉、正道来做人处事，让心念时时处在于正思维、正面思考，那三毒自然就会减少了。此外啊，不妨尝试的从与自己有冲突的对方角度来思考，转化成慈悲心来看待，那这也是化解三毒的方法。那是心斋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克己复礼。或许先把这一段话念一次：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为仁焉。为人有己而有人乎哉？然后颜渊曰：请问其母。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然后孔
孔子的学生颜回有一天问孔子什么是仁，然后孔子说：克制自己种种的不合理的之处，无论是在外在不合理的行为举止，甚至内心不合理的信念、欲望，皆要克服，由内而外，由心而生。只要是不合理的地方，都要克制、约束，使自己的信念、行为合乎正当、合理的规范。那当人克制、约束自己种种不合理的信念与行为时，使人之合乎正当的理时，此时所作所为就是仁的表现了。那哪一天人们能克己复礼，天下就能归服仁德。而实践仁德不是依靠他人，唯有自己实行，才得以成就。然后颜回又在问说：那请问仁的实行细项呢？孔子就说：不合乎礼节的不要去看，不合乎礼节的不要去听，不合乎礼节的不要去说，那不合乎礼节的不要去做。然后颜回就问：弟子虽然不聪明，但是会照着老师的话去做。各位啊，应该会发现，刚刚深斋的已经有谈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在心斋为何又谈到呢？其实两者并没有重复。前面的颜回问人，孔子回答克己复礼。那克己复礼是指克制起心动念，也就是心斋要讲的重点。那颜回又问人的实行细项，实行细项就是行为的准则，也就是深斋所说的斋庄中正。所以孔子说的是由内而外，由心而生。那要修行仁德，不能光靠自己，才能随着情感和喜欢而放纵私欲，必须要从仁义规范等角度来看，要多为别人设想，才称得上仁德。也就要多克制自己的私欲，然后言行尽量符合礼节规范。那人的礼节规范约束的行为，但是孔子所说的实行细项，除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外，为什么还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为何连看连听都不行呢？这就是许多人容易忽视和想不通的。因为不好意思，因为人对外在的讯息如果没有辨识能力，不懂得过滤，就容易被外来的讯息污染，大脑就会装满了不合乎理的思想，这样思想会带动非礼的言行。说白了，仁者就是要能本着善心，思想必须是善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当然也是要善的。只有能分辨善恶，能区分好坏，才能做到不随波逐流，然后不受污染。那从外在来看，就能表现出的言行，也就是合乎礼节的规范的。那后学来分享一个道歌。